这个进程一波接一波的寒流发挥着威力，学生囡仔甲学校上课穿有少无？教育部伫去年修改规定，开放中小学生会当伫制服的内底加穿一寡保暖的衫裤，但是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的调查，讲有50%的国中甲高中生来反映，学校并未照这个规定来行，讲因真会当甲这个保暖的衫裤穿钱入去制服内底，根本都袂当伫制服的外口来塔袖啊来穿大衣。这个协会是建议教育部要来抽查重点违规的学校。他是中年都这样穿吗？学校制服，然后学校毛衣、羽绒背心跟学校外套。头上这一点是我4年级后就没感冒。真的？我老天爷啊！他超厉害。那您还是会感冒吗？还是？一个热甲穿短的，一个寒甲规身躯包甲目睭睭。大安国中的囡仔，若拄着天气冷的时阵，会当另外家己扎袖仔来搭。穿着短裤搓着暖暖包的意思是，你是手冷脚不冷是吧？对啊，我这是美腿。哦，你没腿。所以你觉得你的腿遮起来真是太可惜了。你就尽量先穿学校的衣服啊，穿如果不够暖呢，就是里面加，然后还不够外面套都没关系，但是学校的制服一定要带。教育部修改规定，开放各中小囡仔会当穿家己扎来外套。不过台湾青年民主协会调查差不多50%学生，拢讲学校无做到这个规定，有的敢会当甲保暖的衫入去制服内底。不过来到苏里延平国中，虽然学校规定10度以下才当穿家己扎来袖仔，不过学生嘛是拢会家己做准备。走出门的那一刻，会自己没有多加件裤子。最重要是不要让学生感冒，坏了身体。教育部讲，天气冷会当穿家己扎来袖仔，学校若是主动，就是违规。互囡仔会当穿较小落咧，像这位学生就穿整齐。这样数一数几件？几件？我妈妈会叫我戴围巾。哦，那你有戴吗？没有。那你不是很冷吗？因为那个妈妈给的围巾太丑了。妈妈给的围巾太丑了，所以你戴不出来。今麦教育部的规定放令，互囡仔扎家己水衫来，唔来当穿互少，心情嘛对得好。